你對保羅嘅宣教旅程有咩印象啊？保羅去咗3次宣教旅程，最後被捕，並以囚犯身份被押解到羅馬。佢個宣教旅程從表面睇係一連串嘅失敗。喺第一次旅程中，佢喺比西底嘅安提亞被趕出去。喺以哥念有人計劃凌辱佢，用石頭打佢，佢只能逃走。到咗路斯德，佢更俾石頭打到眾人以為佢死咗。喺第二次出發之前，喺安提亞，佢同巴拿巴大爭執，分手咗。喺腓立比，佢被打入監；喺帖撒羅尼迦，佢被驅趕；喺雅典，佢企喺全城最有思想地位嘅人面前講道，最後卻只記載有少數人信主。喺哥林多，佢驚到神親自喺異象中話俾佢聽唔好驚。當保羅開始第3次宣教旅程嘅時候咧，佢嚟到以弗所，結果成個城市起嚟反對佢。當保羅完成第3次宣教旅程，喺耶路撒冷被弟兄熱情接待時候，佢卻被控告、被捕，跟住喺凱撒利亞被囚2年，最後以囚犯身份被押解到羅馬。至於佢嘅結局咧，我哋留到最後再講。從世界眼中睇，保羅嘅人生似乎係一連串嘅失敗，被趕、被打、被丟棄，最後甚至成為囚犯。但係呢個看似失敗嘅人呢，就改變咗世界。今日全球有超過20億人自稱基督徒，新約27卷書入邊有13卷以保羅嘅名署名。後來西方思想、文化同埋歷史嘅發展，亦都同呢個受盡逼迫嘅猶太人有極深嘅連結。咁點樣發生嘅？等我哋一齊讀《使徒行傳》。喺安提亞嘅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同教師，佢哋侍奉主禁食嘅時候，聖靈話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同埋掃羅去做我照佢哋所做嘅工。於是禁食禱告，按手喺佢哋頭上，就打發佢哋去咗。一場後來改變世界歷史嘅宣教旅程係點樣開始嘅？幾個人喺禱告啦，聖靈說話，佢哋按手，然後2個人離開，冇大會議。但係保羅點解會喺安提亞？使徒行傳第11章話俾我哋知，當安提亞教會快速成長，耶路撒冷教會差派巴拿巴前去牧養。巴拿巴呢後來親自往大數揾掃羅，將佢帶到安提亞。佢哋就喺嗰度一同教導門徒1年。安提亞唔係耶路撒冷，唔係使徒最初聚集嘅中心，佢係一間充滿跨文化色彩嘅教會。但係正係呢一間曾經接納保羅、培育保羅嘅教會，後來將佢差派出去。神改變世界嘅工作，往往從一群安靜禱告、願意順服嘅人開始。嚟緊，保羅同埋巴拿巴踏上第1次旅程，而呢趟旅程好快就讓保羅付上極沉重嘅代價。保羅第1次宣教旅程，安提亞、撒拉米、帕佛、別加、比西底嘅安提亞、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庇。回程嘅時候，佢哋竟然又返嗰啲啱啱逼迫過佢哋嘅城市。保羅同巴拿巴從敘利亞嘅安提亞出發，去到其中幾個重要城市，模式幾乎相同。佢哋先進會堂講道，有一啲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信主，跟住反對開始出現，驅趕、威脅，甚至有人要用石頭打死佢哋。路斯德被當作神，然後俾石頭打。喺路斯德發生咗一件不可思議嘅事呢，保羅醫治咗一個生來瘸腿嘅人。當地人佢哋嘅本土宗教呢係希臘嘅多神信仰，即刻認為有神藉住人形降臨喺我哋中間啦。佢哋稱巴拿巴為屌絲，稱保羅為希爾米，並且要獻祭俾佢哋。保羅同巴拿巴撕裂衫，跑咗群眾度嗌住話：諸君點解做呢個事呢？我哋都係人，性情同你哋一樣。佢哋竭力阻止，差少少被成個城市當神嚟敬拜。但係不久之後，從別嘅城市嚟嘅猶太人煽動群眾，嗰啲啱啱差啲將保羅當作神嚟敬拜嘅人，
而家竟然用石頭打佢，直到眾人以為佢死咗，將佢拖出城外。一個尋日爭啲俾人當神敬拜嘅人，今日俾人當垃圾拖出城外。你以為咧佢哋會直接逃返安提亞，但係唔係，佢哋做咗一件令人意外嘅嘢。佢哋返到路斯德，啱啱差啲殺咗保羅嘅城市以哥念比西底嘅安提亞，堅固嗰啲信主嘅人，話俾佢哋聽：我哋進入神嘅國，必須經歷好多艱難。我哋進入神嘅國，必須經歷好多艱難。呢句說話係保羅整個宣教神學嘅核心。佢唔係宣揚跟隨耶穌人生會變好嘅，佢係宣揚跟隨耶穌可能會讓你嘅人生變難，但係呢個難嘅另一邊係神嘅國。保羅喺安提亞對巴拿巴話：我哋可以返到從前宣傳主道嘅各城，看望弟兄們境況如何。但係出發前，保羅同巴拿巴為咗係咪帶馬可同行而大起爭執，最後只好分道揚鑣。於是第二次宣教旅程開始咗。保羅同西拉由安提亞出發，經過特庇，喺路斯德遇到提摩太，後來嚟到特羅亞，喺嗰度聽到馬其頓嘅呼聲，之後進入馬其頓，再到雅典、哥林多，最後經以弗所、該撒利亞同耶路撒冷返去安提亞。第一次旅程中，保羅曾經喺路斯德被石頭打到幾乎死去，好似垃圾咁被拖出城外。但係到咗第二次旅程，當佢再返到路斯德時，嗰度已經有一位年輕門徒，名叫提摩太。後尾提摩太成為保羅最重要嘅年輕同工之一。喺人眼中，路斯德留低嘅係保羅身上嘅傷口，但係喺神手中，嗰度亦都預備咗下一代嘅工人。後來咧，保羅一路嚟到特羅亞，聖靈既然禁止佢哋喺亞細亞講道，佢哋就過咗每西亞，落到特羅亞去。喺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啊，有一個馬其頓人企住求佢話：請你過到馬其頓嚟幫助我哋。保羅咧原本想喺小亞細亞一帶，今日嘅土耳其一帶咧就工作，但係聖靈咧先禁止佢哋喺亞細亞省傳道，又唔許佢哋轉往庇推尼，直到佢嚟到特羅亞，神先至喺夜間俾佢新嘅方向，過海到馬其頓去。福音喺保羅嘅旅程中開始向歐洲土地展開。保羅把福音帶入馬其頓之後，第一位被記載落嚟嘅信徒唔係高高在上嘅人，而係一個喺腓立比河邊謙卑禱告、願意打開心門嘅女人。佢名叫呂底亞，佢不但自己願意相信，亦都打開自己嘅屋企接待保羅。然之後，保羅被打被囚，幾日之後，保羅趕鬼，當地嘅奴隸主因為失去收入告佢。保羅同埋西拉被毒打，被囚監牢最深處，兩腳更被鎖上木狗。半夜，兩個人喺度唱詩，喺最痛最無望嘅處境中唱詩讚美神。地震發生，鎖鏈打開，獄卒以為犯人逃咗要自殺。保羅嗌唔好傷害自己，我哋都喺呢度噶。獄卒問：我當點樣行先可以得救呢？他們說：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成個故事喺度講同一件事，保羅嘅失敗就係佢嘅事工，佢被打被囚，但係淨係喺嗰個監獄裏面獄卒得救。第二次旅程中，保羅獨自到咗雅典。喺前往雅典之前，保羅其實係同西拉同埋提摩太一齊喺庇利亞傳道，當地人渴慕真理，日日查考聖經。咁但係之前喺帖撒羅尼迦反對保羅嘅嗰班猶太人聽到消息之後，就刻意到庇哩亞滋事，煽動群眾。為咗保護保羅嘅安全，當地嘅弟兄便即刻送保羅到海邊，隨後前往咗雅典。
而西拉同提摩太則暫時留喺咗庇哩亞。送保羅去雅典嘅人離開嗰陣，保羅亦都特別吩咐，俾西拉同提摩太咧盡快前往雅典同佢會合嘅。喺雅典，保羅面對嘅係當時世界嘅智慧之都，佢被帶到亞略巴古，雅典人公開討論宗教與新思想嘅重要場所。眾人聽見耶穌死後復活，就有啲人譏笑佢。咁都有人咧就話，我哋再聽你講呢一個話。從表面睇，雅典係失敗，冇群眾湧前，冇一座大型教會即刻出現。使徒行傳只記載咗幾個名，調利修、大馬利，仲有其他幾個人。咁但喺神嘅國裏呢，幾個人從來唔係零，福音已經喺呢一座城市落咗地啦。夜間，主喺異象中對保羅話：唔好驚，即管講，唔好閉口，有我與你同在，必冇人下手害你。因為喺呢城裏面，我有好多嘅百姓。保羅喺度住咗1年0 6個月，將神嘅道教訓佢哋。聖經好誠實嘅，保羅亦都會驚，但主對佢講：唔好驚，即管講，因為喺呢城裏面，我有好多嘅百姓。當你同人分享福音，感覺完全冇效果，記得你睇唔見嘅地方，神可能已經在工作。你個責任唔係控制結果，而係忠心地繼續講。第三次宣教旅程，保羅由安提亞出發，經加拉太地區去以弗所，住咗3 年，然後去馬其頓地區，包括腓立比、帖撒羅尼加、庇利亞，跟住南下到咗希臘哥林多，停留咗3 個月之後，原本係打算直接坐船橫渡地中海返回敘利亞嘅，但係當時有猶太人設計要謀害佢，保羅臨時改變咗計劃，決定唔走海路，而係往北沿路折返，走陸路穿過馬其頓地區，之後去特羅亞、米利都、帕大拉、推羅、該撒利亞、耶路撒冷。第三次旅程嘅高峰係以弗所，保羅喺嗰度前後服侍咗約3 年，係佢喺一座城市停留最耐、影響最深嘅一段事工。教會建立、福音擴展，然後一場暴動爆發。以弗所最有名嘅係亞底米女神 Artemis 嘅廟，古代世界7大奇蹟之一，成個城市嘅經濟同呢個廟連埋一齊。銀像、客棧、宗教旅遊，大保羅嘅福音傳開，啲人開始離開偶像崇拜，銀像嘅生意受影響。一個叫底米雕嘅銀像召集同行，我哋嘅生意要被毀咗，成個城市暴動。大哉，以弗所人嘅亞底米啊，意思係以弗所人嘅女神亞底米係最偉大嘅。佢哋叫喊咗2 個鐘頭。城裏一片混亂，保羅嘅同伴被捉進劇場。咁到咗呢度咧，你可能已經發現，保羅從來都唔係完全掌控自己旅程嘅人。佢想去嘅地方，聖靈可以阻止佢唔想遇到嘅苦難，佢一次又一次臨到。佢喺耶路撒冷被控告、被捕，跟住喺凱撒利亞被囚2 年。巡撫一直拖延審訊，最後為咗脫局，保羅行使羅馬公民嘅權利上訴凱撒。喺船上面，佢哋遇上風暴，連續14 日，多日唔見太陽同星辰，又有狂風大浪吹逼，得救嘅指望就都絕啦。喺絕望嘅時候，保羅禱告並鼓勵大家。最後所有276 個人，船員、士兵、囚徒、保羅，全部活着到咗一個小島。佢哋上岸到米利大島，保羅喺拾柴嘅時候被毒蛇咬。當地人話呢個人必係個兇手，佢哋認為係公義之神喺度懲罰佢。保羅把蛇甩咗火裏，冇事。然後佢哋嘅睇法翻轉，佢係個神。
呢一幕好似路斯德嘅反轉，人喺極短時間內可以由判定佢係罪犯，變咗咧將佢當就係神。但係保羅冇將自己個身份建立喺人點樣睇佢，佢冇因被誤解而停止，亦都冇因被高舉而陶醉，佢只係繼續服侍醫治島上患病嘅人。終於到咗羅馬，保羅住喺自己所租嘅房裏，凡嚟見佢嘅人，佢全部接待，放膽傳講神國嘅道，將主耶穌基督嘅事教導人，並冇人禁止。放膽傳講神國嘅道，將主耶穌基督嘅事教導人，並冇人禁止。使徒行傳以呢句話結束。故事嘅結局唔係保羅嘅勝利，係福音傳到咗帝國嘅心臟。羅馬本來係要審判保羅嘅地方，但喺使徒行傳嘅結尾，羅馬反而成咗保羅公開傳講神國嘅地方。保羅後來喺哥林多後書11章回望自己嘅一生。鞭打、監牢、石刑、船難、飢餓、寒冷、掛心眾教會，呢個唔係英雄凱旋嘅旅程，而係一條受苦到底、仍然忠心嘅路。按照教會傳統，保羅後來喺尼祿年間於羅馬殉道，被斬首而死。從世界眼中睇，保羅輸咗。但保羅寫下嘅書信今日仍然有人讀。保羅所傳嘅福音，我哋相信神工作嘅方式從來唔係靠世界眼中嘅成功，而係透過嗰啲看似失敗啊，卻仍然忠心到底嘅人。神冇應許你一定被世界看為成功，但佢呼召你忠心。願我哋都成為忠心為主作工嘅人。成功與否，交託俾神。小補充：保羅喺佢嘅3次宣教旅程期間，總共寫咗6卷新約書信。呢啲書信呢，通常係為咗解決各個教會當時面對嘅實際問題啦、神學爭議啦，或者係為咗堅固佢哋嘅信心。加拉太書，大部分聖經學者認為保羅喺完成第一次旅程，返到去安提亞之後寫咗呢卷書。當時有猶太派嘅假教師去到加拉太教會，試圖推翻保羅嘅教導，要求外邦信徒必須受割禮同埋遵守摩西律法先至可以得救。保羅為此非常震驚與焦急，寫信強烈重申因信稱義嘅真理。第二次旅程期間，保羅咧到咗希臘嘅哥林多咧，喺嗰度停留咗1年半。期間咧，佢非常之惦記馬其頓地區嘅信徒啊，於是寫咗2卷書。帖撒羅尼迦前書提摩太從馬其頓帶翻咗好消息，保羅於是寫信鼓勵喺逼迫中仍然堅守信仰嘅帖撒羅尼迦教會，同時解答佢哋對已死信徒將來如何以及耶穌再嚟嘅疑問。帖撒羅尼迦後書，因為有人冒充保羅寫信，聲稱主嘅日子已經到咗，導致部分信徒恐慌，甚至唔肯工作。保羅咧好快就寫咗第2封信嚟澄清，並吩咐佢哋要安分守己地工作。第3次旅程期間呢，今次旅程咧係保羅寫咗嘅高產期嘅，佢寫咗3卷神學分量極重嘅核心書信。哥林多前書，保羅喺以弗所長住嘅3年期間寫嘅。佢聽到哥林多教會出現咗好多嚴重嘅問題，例如結黨紛爭、淫亂、訴訟、聖餐混亂等，於是寫信去逐一糾正同埋教導佢哋。哥林多後書，保羅離開以弗所，到咗馬其頓，好可能係腓立比嘅時候寫嘅。當時哥林多教會經歷過衝突之後，終於悔改。保羅寫呢封信，表達安慰與喜樂，同時亦都強烈地為自己嘅使徒身份辯護。羅馬書，保羅喺旅程尾聲南下到希臘、哥林多停留嗰3個月期間寫嘅，因為咧佢計劃去完耶路撒冷之後咧就前往羅馬，
所以預先寫咗呢一卷神學最系統化、最完整嘅作品俾羅馬教會，詳細論述罪、救恩、以色列嘅命運同埋基督徒生活。其他保羅書信係幾時寫嘅？保羅總共寫咗13卷書信，其餘嘅7卷並唔係喺呢3次宣教旅程中寫作嘅。監獄書信、以弗所書、腓立比書、哥羅西書、腓利門書係第3次旅程結束，保羅被押送到羅馬坐監嘅2年期間寫嘅。教牧書信、提摩太前書、提摩太後書、提多書。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寫於出獄後嘅自由時期，而提摩太後書則寫於佢再次入獄，即將殉道前嘅死牢之中。保羅喺殉道前喺監禁中寫信俾提摩太，話：我現在被澆奠，我離世的時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，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，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佢還特地吩咐提摩太，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。當年馬可因為退縮，保羅極力拒絕馬可，導致佢和巴拿巴決裂。喺生命嘅盡頭，保羅不僅看透了自己嘅失敗，也接納了別人嘅失敗。當年被放棄嘅逃兵，最後成了使徒眼中於我有益的戰友。願神賜福俾你，阿門。